去到蒙阿波，迄木牌，佮会发光。敢讲是传闻中的鬼啊花？毋过我足好奇的，我着去看迄木牌顶面的字。你伤大胆吧？正常人都是紧走啊！迄个木牌写讲，莫甲顶悬的字念出来啦！臭豆腐盐酥鸡煎蚵仔，牙煎。齿哦，你讲违法我是牙齿哦。你毋知哦，亲像婚姻是爱情的蒙阿波，牙齿是健康的蒙阿波。你是智慧的蒙阿波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做事上顶尖，拿走金阿金。我是隔壁收高花气到要倒火阿花，阮是金高花，大家晚，大家好。哇，阿花，你看，这做者念影机的呢，啊上电视啊啦。系啊，咱先来甲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好啊。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阿金，我是阿花，阮是金高花。无等下，这拄则讲过啊。我的意思是吼，叫你介绍一寡你家己的代志。哦，我家己的代志哦，安尼我甲大家讲吼，我的身份证号码是 S22。莫泄露家己的资料啊！安尼阿花的身份证号码是 R22。莫泄露我的啊！哦。说你介绍一寡你家己的兴趣就好。哦，你讲介绍我的兴趣，我的兴趣我是介意哪收水哪唱歌啦。什么画面啊？会溢水吧？坐伫大船顶看风影，坐飞机啊。应该是飞行机哦，坐飞机可能会沉落。佮直接沉落起来啊！溢水了吧？无，这毋是溢水啦，这敢若一零啦。什么讲啥岁啦？你什么顶人几岁啊？你莫安尼好无啊？自头到尾你意见足侪呢。是你拢讲一寡阿萨布鲁的代志。啥物叫我讲的话就阿萨布鲁？好，啊无你真甲我讲，来换你讲，你的兴趣是啥？哇，我介意看笑话啊！你哪遐无品啦？介意看别人的笑话？不是这意思，我讲的是看练手花，看别人讲笑话吼。你莫害我互别人误会好无？啊，你想要互别人误会，袂嘛是爱互我吧？误会什么误会啦？而且我互你误会要创啊，我是会当变较少年哦。你若互我误会，我那就变7岁啊！你原底2岁尔呢啦。你足够算的咧，来后一个吼，我的体阿金的体重吼，加上阿花的清管，而加上顺哥的年纪，总共是2000。安尼，请问阿花今年几岁？23岁。哦，你数学天才呢，你啥物都会算。我家几岁我也唔知，而且这安怎算嘛，袂出现这个数字好无？伊是1000年老妖怪，还是你体重几千斤啊？等下，你讲像1000年老妖怪？唔是，我唔是迄意思，我唔是迄个意思，你莫害我好。好，多谢大家。金高花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。最好笑。我是雷公呢，做事上顶尖，拿走钱阿金。我是隔壁香高花气到要倒火阿花，阮是金高花，大家晚，大家好。我顶礼拜吼烧到38度啊。啥物？38度无够啦。无是要几度你才满意啦？58度袂歹啊。高粱哦。系啊，58度高粱上好啉的。来，要啉一喙无？谁咧甲你讲高粱？我是讲我发烧。啥物？你发烧哦？爱拍火啦，爱拍火啦！我是发烧，唔是发炉啊！而且你摕啥物咧拍火啦？高粱啊。安尼我敢会愈烧愈旺哦。不要紧啦，趁即摆旺啊，你要以后无机会通旺啊。我真不爱这个旺嘞。哦，非常吼，我就想讲吼，我要来去看医生啊。迄间诊所我是头一摆去啦。你头一摆去哦？伊迄间诊所的门是安怎开啊？什么意思？你爱看伊的门是安尼开，还是安尼开啊？这两项有啥物差别吗？你若安尼开，有可能会弄到医生啦。我若安尼开咧？嘛有可能会弄到医生啊。我安怎开拢弄到人，我想要入去啦。你安尼开啦，我甲你教。嘎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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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无照问倒一间诊所的门是安尼开的，这是安怎？这就是人要关门，你可能要入面的奥客啦。我才袂去做啥物奥客，我就是做普通的安尼开门。袂使，你嘛袂当安尼开。啥怎啦？你会弄到壁顶的。啥怎会弄到物件啦？不是物件啦，医生啦。医生才是壁顶啦。伊最近爱看啥物蜘蛛人摸壁顶啦。电影看伤济，无，我啥物拢无忘着，我就是做普通的行入去了吼。我医生就问甲我讲吼，歹势咧，互你等遐久着。今仔日我才去。毋是咧，是伊是讲吼。你今仔日感觉？巴肚淡薄枵呢。无人咧问你啦，飞猪就问我着倒位无爽快了吼，伊就去检查。问到互伊弄歹去。检查哪有敢毋发炎啦？你搁拍电话讲，我就拍两个手来讲。即摆换我爱去看医生安尼。嘎啦，医生，拄则迄个奥客就是你哦。多谢大家。我是心肝内有淡无，我伫咧想讲到底是爱过还是无爱过，因为吼做漫才这款表演。吐槽一边就是阿辉嘛吼，阿辉你应该
代表观众来吐槽。要么我感觉讲你的吐槽，敢若拢是你家己一个人。感觉这唔对，这怪怪，所以讲迄金属拢卡伫内底尔，无放出来。所以讲我希望看到的是讲你会当代表观众去吐槽，安尼大家就会甲你做伙来笑。我感觉安尼漫才才是真正好的表演。要毋过我感觉已经做了袂歹，所以讲我鼓励过。多谢。多谢。好，真个，我是讲恁两个人的表演吼，迄个 tempo 会使搁较准的。啊，迄个比如讲你要开迄个铁门，迄个形啊真清楚。关门开门，啊，但头头足可笑的，啊，正手开去，啊，弄到医生，啊，倒手咧，一定弄到护士啊，这就个问，伊内底有足侪角色头互你弄嘛，对不对？阿辉呀，你足惊爱看到阮，你足惊爱看到人客，其实安尼对一个表演者吼，会扣足侪分数。大家好，我是做事上顶金，拿走正阿金。我是隔壁收甲花，去甲要得花阿花。我是金阿花，大家们大家好。我有一个愿望，我足想要伫遐几下千个人面头前讲笑亏。这目标真大呢，安尼还较拍拼哦。对，我爱较拍拼做好一个校长。校长唔对吧？应该是做好一个演员，互观众来看咱的表演吧。无安尼啊，做校长你会当伫足侪人面头前讲话，伊个会帮你拍扑啊。啊，那像即摆我讲一句，有人吐一句啊。每规讲是我的问题哦。我来欢迎校长上场。直接开始演是安怎？各位同学、老师，大家搞早吼。继续，他唔讲话。我是校长啊，多谢大家。不，等来。你唔是要做校长，啊，你唔着加讲歌。你若讲伤济，学生无介意啊。你讲伤少啊啦，婉转无内容啊。你想无讲我学生的问题？哦好，大家较注意哈。像昨有做者同学放学啊，佮转换甲转去厝里。来，甲我徛在头前。放学就较早转去啊，无爸母会烦恼啦。恁米小吹算了，哪会无甲我讲一声？人咧算是关你什么代志啊？害我米甲头骨啊呢！啊，你嘛咧调因米小吹哦？啊，毋着好佳在教官有来找我才会当直接讲话啦。教官调恁做伙咧米小吹哦？恁两个问题啥大吧？哦，米小吹了爱大声讲出来，就亲像有爱爱大声讲。哈？教务主任，我介意你。唔对吧？教官，你头壳找着我嘛介意你。你看一个爱一个哦。我叫你讲话，唔是叫你伫台顶说真理，好无？啊无啊，我爱教大家有爱，爱大声讲嘛。啊若无爱，就爱讲卖。我就知哦，烂到有村啊。水啦，我成功伫几啊千人面头前讲笑亏啊咧。你这样就是一个笑亏啦。多谢大家。哦，爱当的，你自头到尾拢感觉淡薄仔紧张因的内容，你听了感觉安那？我有淡薄仔 get 到无到伊的点，后尾我咧看Cindy的表情较精彩。伊的表情是安那？你哪会安尼甲我看啦？因两个即摆咧甲我看，我会惊，袂安怎，袂对你安怎。袂对我安那。但是你看遐，拢无人饲呢。丁辉啊，你自头到尾你有感觉？袂夫妻，你有感觉好甲伊的囡仔笑？共款，一个白虎车，我袂好吃，甲你的共款个，甲你的囡仔共款。你规口罩才袂好吃。人要讲话啊，好好讲话，好好讲。我是去骂着因老爸。不要紧。应该是我感觉伤紧张，本事袂歹，笑亏嘛拢有点伫咧内底。啊，毋过吼，你敢若伤紧张，你的 tempo 有无？你的节奏哦，走去啊啦。所以我感觉哦，你有当时啊，你应该考虑另外一个方向，咱是有时间性的。咱惊讲袂完嘛，啊，你写长要怎啊？哦你写较短嘛，你写较短，你咧讲迄落两个人咧迄落搭水果的时，练水果的时阵，你要停，你要停一个 tempo，才甲迄个点哦，才甲弹出来。啊，无你讲高做伙，人袂感受袂到。平常时阮听到，阮会等观众安尼笑完了才继续。也毋过伊的问题是，因发现讲大家拢无笑，所以讲就一直落去。所以伊的节奏可能就伫即个所在小可乱去。也毋过我感问题是认为讲。有时阵观众吼，毋是听无，是听到啊。也毋过感觉讲，迄趣味的情绪无出来。譬如讲阿辉，你伫咧吐槽的时阵，你应该是你的声，你的语调是毋是应该无共款？较大声、较悬。也毋过你
你规个表演拢是共款的迄声，啊，迄舞调无啥物无共的所在，所以讲阮就无法度感觉到特别，这个所在是一个好笑的点。你若是讲我讲我要做校长，校长哪有安尼啦？你的真事，你的表现方式有较无共的时阵，阮会做伙甲你想讲，你感觉你吐槽的方式真好笑，阮嘛会笑。所以讲这边嘛是有一把淡薄仔关系啦，我是感觉呢。大大家家好，好，我是做书上顶金拿走金阿金，我是隔壁想高火去到要倒火的阿火，我是金高火，大家们大好。哦，我最近有够衰啦。我知你出门着咯，好食饭着中岛骑车拢着火经过，讲互恁兜了无是无？不等，我啥物拢还袂讲的，你就先甲我纠察。啊，毋过咧，这你拢免烦恼，全部交我就好啊，我会当帮你化解。考好你，我敢会化作夫吧？来啦，我帮你破一卦吼，看你最近运势安怎？你阁会晓算命？拜托，我扑了一个呢。去扑咯，我可以扑龙讲吧。来，咱今仔日咧有垃圾、锁啊、甲手铐，你想要安怎算？无，等下这毋是摕来算命的吧？这是啦，这是最近上新的算法。无你甲我解说一下，垃圾要创啊？垃圾咧，替你点一条光明路，互你跋输囝阁袂走咯。就才像跋鼠叫啊，莫伫遐甲我笑衰好无？啊，迄落锁啊咧，锁啊吼，来啦，阮遮创啊有牵红线服务啦。什么看啥？这看蒙吧？我是来算命，毋是来算命的好无？啊，你手铐咧，这绝对毋是摕来算命的吧？哦，你发现啊，迄我个人的兴趣啦。个人兴趣都莫甲我摕出来啦！你有别项无？来，你甲目镜起来吼。目镜？你咧运动乌呢？等嗨啊！你规身躯吼，拢散发着乌气啦！这就是元清祭祖咧，甲你包围啦！你敢要先甲你的乌目镜摕起来？多谢大家。我感觉讲真高辉这边真有进步吼，因为就算讲这老师两话伫咧头前安尼讲吼，两个人袂讲介紧张，而且阿珍啊，拄则讲四句连啊，讲一寡俗语的部分嘛是真顺，所以讲我感觉无输，而且算讲是表现比以前搁较好吼，而且两位老师有一个优点是对话吼，讲话开讲是开讲互大家看。这边真高辉嘛有做到这个代志，就是开讲互大家看，吐槽互大家看，毋是两个人家己讲家己的尔。所以讲，这个表演就有大家有法度享受伫当中啦。加油！多谢，我是做书上顶金愈做愈走金阿金，我是隔壁想高火去到要倒火的阿火，我是金高火，大家们大好。我今仔日要讲一件足恐怖的代志。啥物最恐怖的代志？有一届我暗时骑车的时阵，导航带我去一条足乌阁无人的路。暗时徛伫暗暝蒙的路，真正是不哩啊恐怖啦！我愈骑愈惊，愈骑愈惊，雄雄出来一个人头，等打动创啊，唔紧走一个10箍！10箍顶悬的人头，你是倒位咧恐怖啦？然后我阁继续骑，好佳才骑出来啊，出现伫我面头前一堆木牌，啥啦？你骑去较蒙啊步？迄木牌阁会发光。敢讲是传闻中的鬼啊火？毋过我足好奇的，我着去看迄木牌顶面的字。你伤大胆吧？正常人都是紧走啊！迄木牌写讲，莫甲顶悬的字念出来啦！臭豆腐、盐酥鸡、煎蚵仔、蚵牙仔齿哦，你讲肥话我是牙齿哦。你毋知哦，亲像婚姻是爱情的蒙阿波，牙齿是健康的蒙阿波。你是智慧的蒙阿波啦！这是倒位咧恐怖啦！恐怖还袂讲着啦，我阁继续骑，我哪骑袂出去。你真正去拄着鬼洞标？我哪骑到臭豆腐迄搭买一包食了，阁骑转去买一包食了，阁骑转去。你就是爱食臭豆腐尔。然后路途一直经过萝卜饭、臭豆腐、烘鱿鱼、萝卜饭、臭豆腐、烘鱿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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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要烘几只啦？后壁太拢比烘鱿鱼。我的后倒摆无油停伫遮。啊，无怪你骑袂出去。啊，毋过我发现烘鱿鱼的头壳面无表情，紧紧啊甲我上。废话，你当
放伫人大头前，啊，搁无买物件。你甲我讲，爱记在人头家会当换一个烘尸体，足贵的呢。你莫甲200块买一只烘牛皮，讲遐恐怖好无？你看，夜市啊，甲蒙阿婆拢足恐怖的。完全无恐怖啊！多谢大家。多谢大家。来，这，哇哦！你到20个人头换一个尸体，等，你徛唔对去好吧？你这个表演是恁家己想的哦。嘿啊。这届完全无共呢。对我第一届看恁表演笑干。这是因这对足挑工的，跳工。足挑工的啦，明有挂咧耳孔麦有无？我去用一个麦克放在头前。会对咧。啊，明哦，迄支麦克吼，就啊，这个身材较好，这个吼，一直炸掉的。伊明就免哭落去，但是一定要哭落去。所以伊这个动作已经咧开始表演啦。是。我感觉迄个生活节奏慢慢啊出现，所以恁已经开始有抓到迄个进步感。我感觉吼，两队吼，阮实在足歹选的，但是阮最后已经选出来了。到底是做。平心做决定，一队5000。我加鼓励一个哇！做一摆嘿！恭喜哇！恭喜！愈来愈精彩。你做摆斗的啦！我拄则我淡仔徛几百步，想哇，若是我嘛唔知要选啥。伊拢有特色。好，加济恭喜哇！